讲的啦，我是关长吼，因为我感觉家己会当参与即个活动足荣幸的吼，就是感觉足阳光的。尤其是我感觉馆长真正是咱台语界的大姐姐吼，袂当讲大指头啊，因为伊足斯文的，啊足温暖的吼，因为大指头啊，像咧。老实讲，恁若有机会会当接触，都是咱大家福气吼。啊，毋过伫我要讲话之前，馆长是咱台语的大家长，吼，所以咱爱请馆长。虽然咱倒是开讲，毋过正式开始嘛，爱大家长来甲咱讲几句话。咱爱插头啊，请馆长。那你客气吼，咱只有一点钟的时间，我想咱毋免客气，大家拢是家己人。我先会想讲，用头前的半点钟，互大家小可交陪者，互相了解一下吼。就是知影讲，咱拢无孤单，其实大家拢做伙，足侪人拢有心，要认真吼。我想这是足欢喜。然后咱嘛爱大家互相熟悉，即个活动其实是因为因为即个疫情的关系，大家无法度通办活动，所以我会足着急的吼。我想讲，安尼园区人嘛袂当来，咱要推动工作拢动咧，我足着急的。所以我甲安珠老师讲，我感觉安尼袂使呢，时间直直过去吼。我讲咱是毋是来，尤其大家拢海外乡亲嘛，拢用即个Google Meet 用即个线顶咧连接。我讲安尼。咱遮尤其大学，我伫学校我嘛有教济吼，所以我想共款咱伫暑假中间，伫即马疫情还搁咧严重的中间，上无咱用暑假，先用短时间即1-2个月吼，咱先办先做练习做试验安尼。安珠老师讲好咧，两个就开始吼。我想即个咱我若爱甲安珠老师拍一个炮安珠老师真足大的咱吼一声就去斗联络吼。然后咱多谢安珠老师，嘛多谢所有遮个讲师、遮老师，大家伊甲我讲吼，无一个人。讲无爱，马上就讲好吼，拢无第二句。但是嘛，还佫有足侪个吼，讲即个时间伊排袂出来吼，所以已经咧有约9月以后的课程啊。你敢知影？就是咱7月、8月，伫即中间后壁9月、10月已经大家咧排队啊，大家拢要来为着大家做伙来推动，安尼你有欢喜无？所以多谢这教授，多谢安珠老师，嘛多谢你有认真要紧。要来学习，所以对大家嘛是足大的鼓舞。然后大家我头个有讲过，毋是干那你学就好，你学对咱做一个台湾人本身，这是咱本地的要紧。然后是我有对你有要求，毋是要叫你交钱但是爱叫你着爱传，爱去将你所会晓的尽力去传吼，搁较济设法，无一定用什么款的方式。但是一定有责任，这个责任就交伫你的手里。我想我的话已经伤济啊，伫遮毋通占老师的时间咱用以后下骹的时间就交互老师。然后呢，咱到11点的时阵，若准大家毋放伊煞吼，感觉有问题要甲伊建议，还是要甲伊问吼，再请老师看伊会当袂当，再请伊延续，互大家问一下，还是建议一下看老师有法度无啦吼，我毋敢勉强，因为咱敢若讲1点钟尔吼，所以大家尽量把握吼。恁若较高甲师奶吼，我想伊大概会当讲较久袂要紧啦吼。好，咱拍破交互咱的秀荣老师。好，大家好，我先甲恁回答啦吼，那个留言板尔吼，因为大家拢是好朋友吼，搁有其实有足侪。真感动！我真正本地叫啊，我惊无人来吼，因为我伫个，我想讲家己足侪代志，可是无啥咧宣传，搁家己可能是米卡吼，会当来是真荣幸。我惊无人听，我真正有拜托一寡朋友来听吼，毋过真有人甲我反映讲，走袂起来啊吼，就是袂当起来安尼。好，因为咱1点钟的时间，我想讲。咱今仔就开始吼，我即摆先分享我的任务，毋过因为咱人足侪，若做伙讲话足恐怖的吼，所以我选一个临时的班长吼，因为即个癌症吼，
伫遮我有看到吼，所以我若讲有看到无，还是想回答，还是想拜托甲我讲麦克，若有问题甲我收一个安尼吼。好，安尼我即马先分享，其他人我若准讲咧讲的时，就拜托迄麦关起来吼。若你要讲话是会当伫迄个留言板遐落去看，你着讲你要讲话，还是举手落去等安尼吼。好，多谢大家哦，吼。好，我即马分享我的画面。拜托眼睛，帮我看卖仔讲，真敢有咧芳吼？有咧芳吼。好，安尼我的简报伫遮，请问真敢有看到？有吼。好，安尼咱就当顺利开始吼。安尼麻烦眼睛小可关麦一下哦。好，咱感谢馆长吼，而且今仔日因为时间关系，所以咱等下结尾的时会当请即个教育部中医科长吼，因为伊嘛有伫线顶咧参与咱即个活动吼，对大家足关心。教育部是咱台语的话课吼，所以会当来参加咱即个活动，咱真正深深来感谢吼。好，多谢吼。今仔我的题目叫做成长的日记。其实因为恁若有看过册，迄毋是日记，迄是年记吼。是我真心真情的年记。而且我迄天选即日，今仔日拄好阮大汉查某囝的生日，所以我对虽然我数学无好，毋过我对这数字也是一寡文字，我拢甲伊当做图，甲伊当做即个趣味咧学吼。好，即个相片是阮细汉查某囝，即本册会当遮有艺术感，要感谢的人足侪。阮查某囝伊帮我画图，吼，当然伊甲少年一寡物件搁咧学，毋过伊对即个阿母的工课，搁迄个伊家己对美术的即款训练拢足顶真诶吼，所以我会多谢伊吼，所以甲伊相片带互大家参考。过来，今仔日我的演讲内底吼，我想讲，我家己甲定义做即个台语文的迄个文艺复兴啦，吼，复兴啦，吼 ，Renaissance。即个 Renaissance 是中生的意思，即个 ness 啦、if 啊、nature 啊，非常拢是生命的开始啦，吼。咱即个概念就是讲，台语你爱加一个新思考落去，伊内底上重要是一款浪漫的主义。啥物叫浪漫？就是勇敢，就是自由，就是自然流露，就是 spontaneous。你一定爱勇敢甲台语讲出来，吼。自由去书写，这是我家己感觉我咧做台语文，也是家己咧写作的一寡想法。咱今仔日毋是卖册，一定爱互因读我文学，所以这是无啥共的即个，就是拢无空无真情的分享啦，吼。恁去甲恁的册准备好势，吼。等下咱会阁需要现册，还是做一寡准备。这是我的介绍，就是讲，我是高雄的查某囝。我差不多台湾游透透，人迄当阵就讲，你会当选省长啊？我讲对啊对啊，我欠钱嘛，我足勤俭较有底吼，所以省长是足要省的吼。过来就是讲高雄嘛，台南我读册，无啥开始食头路，等于第一份薪水是为遐开始。过来去台中沙落遐读研究所，伫台南我是读成大，毋过到台中的时，你正讲研究所迄款做学问的感觉拢无共，所以有当时我教台语，也是讲咧教囡仔，我拢会足鼓励人去读研究所，因为迄款较是正讲做学问，毋是像大学 university 就是有你玩4年吼。其实大学嘛有学着，毋过你到研究所迄款学问的感觉无共，所以大家读台语。读到尾一定爱去读研究所，真诶，因为足侪教授像咱即边内底，足侪教授拢是我的温情人，吼。好，花莲就是我过去遐嘛，伫新北北北基遮，就是一半世人的生活拢伫遮，吼。毋过后壁则是啥？我是永远台语的学生，而且是台语的信徒，而且阁是台语的蝴蝶公主。我有写迄篇文章，毋过意思是讲。我要做即个去甲台语的水传播出来，安尼吼，世界去讲台语的水吼。当然有学生就好耍的，伊讲，伊甲我封个台语家啉质量，我讲毋是，
我目标是咧做子瑜啊，吼，所以我要教音标的是，我最近线顶我嘛甲做子瑜，个林志玲甲请起哩，吼。好，再来这扮身嘛，讲话爱扮身着吼。对，咱戏咧开场爱扮身，毋过就是大家拢讲秀荣啊，你出一本册音乐这歌册，拢毋捌听过人咧唱歌。我想讲，互大家较热闹咧，因为我选这是安怎叫做文艺复兴。我想讲吼，咱台语歌我最爱听的哦，我真正最爱听台语歌，我拢听宝岛新声搁听足侪台语歌的吼。而且我上爱讲话啦，虽然就是家己的声无遐好听，毋过出一本册人讲秀荣你也袂晓唱歌，我来剪几条迄个原住民的歌吼，伊要表示对阮翁的亏欠。因为内底总是查某人吼，咱就是讲，即个后壁恁若有写着有看着，可能会感觉讲，咱像就是讲伫即个文化的差异遐，可能我对家己的感受吼，就是讲有较袂关系安尼。毋过其实咱拢是共一家伙啊啦吼，咱人生无可能完全拢杂种安尼吼。毋过人足好足善良嘛吼，咱拢是共一家人，嘛是要互大家鼓励，咱台语人爱做伙拍拼。所以我先来唱即条歌啦吼。咱文艺复兴就是唱台语歌真赞，毋过爱共囡仔知影迄个，包括迄个英语歌啦，搁咧即个华语的歌，乃当甲翻译做台语，毋知偌好诶吼。这足久以前我着拢开始咧耍即款物件吼。比如讲，我开始唱啊吼，咱的故乡伫台湾，咱的故乡伫台湾。你若会晓唱，你伫恁兜唱啊吼。古早的时代是共一家人，今嘛嘛是共一家人，手牵手，肩搭肩。轻声来唱出大家的歌声，团结合作，无分民族，因为咱拢是共一家人，永远拢是共一家人。恁伫遐拍拍就好，再来一条哦吼，因为咱这条是真正正讲原住民唱的吼。我是感觉嘛是一款对于咱本土的一款尊重啦，吼。伊的音较悬，吼。我唱咪瑞，第一字就写毋对呀，歹势。即个甲改做山吼，一张改一个无毋对吼。山，当然咱进步咧叫山地人吼，阮咧叫原住民吼。过咱翻译的是尊重歌词吼，所以咪瑞山地人也好，白地人。你我拢是台湾的人民，原住民也好，原住民也好，你我拢是台湾的人民。我用喉音唱吼，这肯爱唱较悬的吼。你我拢是着恁所以。请你爱尊重我，才好我来欣赏你，因为你把地骨珍贵，你千年，我那个耶稣黑过万的心愿。你我是同胞，海洋，海洋。嘿呼哈，嘿呼哈嗨，一个观音节，迄个走袂怪，伤紧张啊吼。毋过恁若迄个甲唱看卖啊吼，这就是扮身啦吼。好，来，即马就是讲，啥物叫做半老老？希望大家咱人老心无老，人生再出发吼。过来是咱人生逐日再浪漫。咱台语是会当互你再浪漫的物件。我咧唱歌，其实毋是干那遐唱歌尔，咱应该是爱一个快活，吼。过来就是讲，你家己选择记忆的方式是啥物？我选择感恩，我选择快乐。虽然我的头前段后段，你会感觉讲，人生你一定会拄着一寡悲喜，毋过你要甲你的内心和解，
你的性命嘛是一种和解。这是我写这本册送互家己做生日礼物一个足大的原因吼。过来就是讲，咱到40岁，我就开始去想人生的意义是啥。因为我伫40几岁的时，应该讲40岁的时是每一个人到中年拢会去想的不惑嘛，吼。你无困惑，你会去想，然后你会开始到50年的时，真正50岁的时，你就真正爱知影讲家己人生的意义是啥，吼。所以，这个半路啦，咱会当搁为家己，也是为台湾、为土地、为台语做啥物代志？这是我写这本册真大的鼓励。啊，人生足紧的，变年纪，吼。所以囡仔安尼细汉，幼稚园、小学。高中、国中，啊，碰大到大学，即马就无人要插咱啊。所以，其实这是时间的过程。我无第二个50岁，大家可能若较够勇、较够疼身体，咱嘛无一定会当活到真正100岁安尼。所以，即马无人要插咱啊，啊，咱会当用咱的智慧来为社会做贡献。吼，这是我家己的想法。过来是感谢大家，吼，就是下底这感谢，毋是要卖册，就是讲。多谢大家啦！啊，即几张我会跳较紧，因为我后壁重点今仔日是要甲大家讲文学，吼，就是讲，多谢大家的支持，毋是支持我尔，是支持咱台语的出版。伊台语的出版少数，啊，搁就是讲，有项无市，所以大家爱落去支持，啊，搁有支持台语文，吼，毋管有买册无买册，还是你去网络看，拢会使，你著写学台语，吼。啊，感谢主编佮出版社，吼，啊，才有因的电话，你若要订，就敲电话，因会解决你任何问题，吼。做台语册的人拢足缘投哦，吼。啊，要感谢3个人，吼，信涵老师、庆华老师、安珠老师。拄开始我毋知信涵老师的推荐，所以我有亲身去甲信涵老师道谢，吼，多谢伊完成我作家的梦。啊，这安珠老师是我公民兵，啊，庆华老师是我写作的灯塔，吼。以诗人的情怀、革命家的精神，吼，啊，搁有一个做老师迄款做学问的迄款认真、认真佮坚持，吼，所以足感谢老师，吼，好，啊，这是足侪咱家己的朋友，吼，有看过几篇我的文章，啊，有互我迄个一寡意见，吼，多谢大家。啊，这是我的学生，摊仔是老师的老师，即摆是学生，毋过遮个人。遮个朋友，因拢已经变做咱台语，就是拢要教台语，而且足爱台语的吼。啊，当然有机会，这嘛拢是机会吼。到台北较近啦，啊无若伫台南，是讲咱台湾四界，其实拢有人才。啊，只是阮住台北较近，吼，啊无，其实咱台语的人才足侪吼。啊，这嘛是学生，定定去想着我，啊是讲教育团，啊是咱台南的南霸天吼。南霸天，譬如讲高雄啊，吼，咱的甜甜都学啊，吼，啊，搁即个志宏啊，吼，啊，搁咱即个柯都云啊，啊，搁台南亲即个生根种子，共款是校长，啊，甲咱馆长共款，拢有足亲切，台南兄哥就对啦，吼，好啊，四界拢安尼，啊，我用即张图是阮正台遐，我下暗拢去散步，我惊家己的录音无好听，所以我散步的时家己听。我家己听甲足感动，所以吼，我是希望讲大家会当先用看，啊，较袂去听，吼，也是单纯你毋捌台语字，你就是听一字安尼。啊，遮我是要叫大家来支持，遮少年阿母，吼，因做足侪代志诶，啊，因搁甲囡仔安尼教台语，坚持用台语，真正足赞诶啦，吼，我足爱因诶吼。啊，搁来是有办几张册。啊，要多谢咱即个陈顺珍校长，啊，搁咱社长，啊，搁陈美玲老师秘伫内底，啊，所以大家拢是对受用的文情人，啊，搁有阮的同学，啊，搁教授因安尼吼，搁蒋教授安尼来支持吼，或者这是高雄我的故乡吼，啊，花莲我家己的迄个花莲嘛是像讲培选因拢有咧送吼，啊，搁足侪老师咧送。所以全台湾做，即摆我感觉台语真赞诶，真正长时行吼，啊，这一寡相片互大家看啦吼。尤其是要感谢咱晋南老师，伊是金典奖诶得主吼，啊是画册来水房吼，
外水来这房，伊遮迄个对咱台语啊吼，真正贡献足大吼。啊，伊家己本身嘛是因爸爸吼，因阿爸拢是长期咧推萨这，啊，咱来甲台语甲撒出去吼。啊，佫有南投啦，去到地吼，拢有人支持吼。咱南投全台湾上中华佮南投吼，遮嘛是拢安尼支持吼，佮一寡同学好。啊，这阮姊啊，当然是家己兄弟姊妹安尼支持较重要。上主要是足侪囡仔有支持哦，囡仔哦，吼，囡仔有咧看，啊，佫有高中生写读书心得吼，足欢喜诶吼。啊，当然去到倒位，做一寡民间诶团体吼，啊，讲一寡鼓励修养诶话，吼，这真多谢。啊，广播电台有访问，我甲摕出来是希望大家讲，你若会当要去了解即本册。其实有一寡连结，吼，就是事前，就是讲即个广播电台事前夜咪咪，伊其实拢是咱台语的系列，吼，啊，佮有一寡诗，虽然是中央广播电台，毋过会当去甲遐放送讲咱台语偌好，安尼是一种方式，吼，好。再来就是讲要感即个报道新声有访问，吼，啊嘛是。我上介意的台语主持人，吼，郑涵，伊笑声就有迄个泡儿，吼，啊，伫个历史好面，当然咱台语的一个基地，吼，啊，佫有足侪人去遐讲即个教学啦，吼，啊，当然拢是我学生斗听老师安尼，吼，啊，四个啦，啊，佫有咱国宝级的即个灯笼，吼，即个国华丁，吼，老师哦，吼，所以董老师，伊来甲咱支持，吼，所以伫即搭遮。甲大家说多谢吼，啊内底嘛有一两篇我讲到的，啊教育新竹遮有甲咱做即个分享吼，因有做读册会，啊嘛伫电子报讲，这真适合来做教材，嘛期待大家吼，咱台语其实有足侪教材会当用，你若无去嫌甲即本来介绍互囡仔吼，再来有人甲翻译做英语吼，所以谈到有美国的朋友吼，因为其实英语。伊这翻译了足好诶，吼！我家己英语系，所以我就去看，我感觉英语伊翻译了足赞诶。啊，我家己心内上大诶希望，当然希望家写做罗马字，佮希望家写做英语，因为我咧送物件，我拢即三项拢甲送。为虾米？罗马字外国人看有，英语你看咱送去国际，然后即个罗马拼音，因会晓拼音嘛。啊，咱咧会捌咱的汉字，捌咱的台语汉字，吼，所以佮爱在地咱的人咧看较紧，所以我物件差不多拢是即三种语言，我会互因落去拍，吼，所以若准讲你佮较有在前有日语、韩语、韩国语的事，你嘛会当较翻译啦，吼。当然，我想会当出即本册有当细说，我已经足欢喜啊。我无记，我嘛袂当有迄款迄个野心讲会当佮走入去国际，吼。啊，代志要做足济，咱慢慢啊落去做，还是讲有大家落去斗做，这拢是我的期待。吼，啊嘛要感谢陈顺聪老师，我无甲伊正面有迄个结好过，啊，毋过陈顺聪老师一直拢嘛咧为咱台语即个电台咧拍拼，所以老师伊主动去写一册评，对我来伫迄联合文学，吼。就是讲，真侪人去看文学的所在，甲定位即本是一个文学作品，真正足多谢伊。啊，佫有足侪朋友，像这是迄个台北市的老师，吼，啊，伊甲因迄个文藻语专的同学，吼，文藻大学的老师，因见面了，一直甲因讲，即本册会使哦。伊英语老师佫来爱咱台语，所以找着足侪优质，我足欢喜的，吼。啊，当然这是台东的朋友嘛咧送吼，好，啊咧这是互大家看一下安尼吼，啊，佫有一寡毋捌的，比如讲，伊因为看到这去看到家己的故乡，原来离遐来，伊真正有迄款感觉的，伊以前就是迄款感觉，即马有人甲写出来，吼，所以真多谢大家啦，吼，好，啊，因为剩的时间，我就要开始来讲册，就是讲为虾米我会。谈到迄是种感谢，即马出个时间我来讲册，啊，咱若讨论无够，就是讲，等下有当时需要恁落去迄个讲一寡恁的想法，吼，啊，咱时间会当，若准讲真正无够，11点会当个大家无赶时间会当个
牵挂时间不要紧吼。好啊，因为我家己是老师，所以我真希望讲，即个物件咱会当甲伫咧教学内底。啊，其实你文学用咧教学，咱就是爱互即个透过教育的方式，因为当初咱是教育甲限制咱的台语，即摆咱就爱复兴吼，也是革命也好，咱就是爱用即个台语即个教育来甲做好。所以我博士论文若用一句话要来甲讲互透基，我就是要甲总结，我就是第一句。恁若去看我博士论文，我写教学跟课程的设计，找一寡足厉害，就是讲因有评过即个资优教师，台语的资优教师。我唯一的一句话就是台语的成败伫师资。当然，咱一寡政策、社会的支持、家长的支持，也是讲学生囡仔活动、学校的活动，拢足重要的。毋过伫内底迄款课程的理学，啊，阁有就是讲老师安尼各位老师无计较的库存，阁有恁随时去补充家己台语即个底底，啊，阁有恁当找一寡资源做中的蝴蝶公主，咱大家拢来做蝴蝶公主，拢来做团结的汤，安尼咱的台语会教学较会久久长长，吼，这咱人拢会百岁年老。毋过一项物件，咱也当互伊为即个社会、为即个世界创造一寡美满的物件，这是真好，吼。啊，这正到50岁，吼，啊，这是阮查某囝20岁。迄当阵甲伊讲到20岁的时，伊就伫遐那有当时啊哭，有当时啊笑，有当时啊哭，因为我咧讲故事会画图，所以我讲到20岁尔，我就想讲莫共迄个少年囡仔毋好甲伊撑伤久，计讲佫有活动的，吼。好，总讲一句，少年囡仔会当接受台语，只是咱需要去甲因通报即个台语的水，吼，尤其即摆足侪歌曲，像信涵老师甲因介绍足侪台语的物件，即摆台语是足请领的，拜托大家咧推广台语的时，毋好去讲台语有够困难，八条袂晓，伊偌早互吞大，你讲这少年的拢。会去重新思考，咱即摆爱甲讲水，佮趣味，对你足有效，对你食头路足有效。空中小姐也好，写歌词也好，要去甲人直接做店员也好，啥物拢好。我伫遮讲册时，我伫遮讲的即种歌戏，我细汉较爱看歌戏，王金英啦、柯秀莲啦、青蓉啦，啊当然我用无册字头嘛吼。啊，毋过我希望讲。头前这种较苦淡嘛，毋过我的人生希望大家是杨丽花，咱会当像安尼杨柳共款，虽然有小可悲伤，毋过到尾才开出一蕊美丽的花。爱像小凤仙，我上介意，伊是一个甘草人物，像我共款小小的人物。毋过咱无成，毋是讲龙啊、凤啊，对无？咱上无。就是咱爱变做一个，当然台语先爱写神仙迄个仙，毋过咱爱用迄款深入的心情，啊，阁有袂去推销一件有意义的代志，你家己会变做小新鲜，变做足快乐的，吼。所以我人生我是感恩，我平凡的旅程，毋过像尼采讲的，所有的力量无甲你讲倒的，人生就会开出一蕊花，吼，这是我家己甲翻译的，吼。啊，这是我伫第38篇。所有的物件，苦若忍会过，人生就会开出一蕊花。台语的苦，咱忍遮侪年，咱绝对爱继续坚持，吼。好，阿母，因为我是送互阮阿母王周金女，这是阿母。我80岁就是生做遮笑眯眯的型。阮阿母互我的话就是讲，啊，你有阮问伊讲，啊，你28岁就酒馆，啊，敢讲袂怨叹。伊一世人拢毋捌讲过，是阮甲问伊较讲哦，伊讲，会啦，哪会咧？啊，着戆啊做，吼，啊，当然即个戆，你若去看我的戆斑马，咱的戆，台语的戆，咱戆人有戆好，毋是真正戆，咱是巧巧啊做，啊，戆啊，巧巧啊学习，啊，戆啊做，吼，有意义的代志，无回报嘛袂要紧，无出名嘛袂要紧。吼，时教我变开，吼，所以阿母教我坚强，做台语嘛爱坚强。我的角度自细汉，即我国中的时，12岁，14岁，
歹势，吼，14岁，毋知虚岁还是啥物岁，maybe 就是高中诶时。到呾我拢是即个角度戆啊做，吼，即我录音真正是稳定，吼，就是讲，互咱会当有即个机会去为台语发声，而且，虽然今仔透早若像讲像这坐话摊，拄甲迄条歌唱甲哩哩啦啦，毋过其实，咱有练过声，声阁算袂歹，会当有即款利用，会当用着啊，佮声会当用着，迄是偌大诶迄个稳定，恁敢知？吼，就讲咱上帝互咱遮好诶物件，啊，即摆咱若搁甲咱诶思考，搁甲传出去，安尼真正是足赞。吼，啊，我诶册所有拢真诶，因为迄个18，最后一个18，我就是头仔讲诶，尾仔讲诶。你敢知影？即个18是阮查某囝送互我诶50号诶鸡卵糕。伫即内底，恁看我迄张图，我其实伫遮迄张图内底，阮查某囝甲我画18。吼，伊无画鸡卵糕，伊画即个18，我家己加的哦。恁若有册，恁先去最后的插图，我家己看看，我甲即个1当做是台语的方向，甲即个8，因为细汉阮查某囝大汉的，吼，大汉查某囝，伊咧写8时，毋知安怎写，伊可能是细汉就摕读家，伊拢甲写做 infinity， 就是即个无限记号。所以我细汉我看到安尼，其实我嘛袂讲去甲教示讲写毋对，爱手甲扭过来，袂，咱就是爱用方法。所以伊即个物件，我就甲讲哦，你即个是无限，慢慢啊巧甲伊安尼用过来。啊，像伊细汉迄个的个歌分袂清楚，伫即个教音标的时，我嘛会甲恁教讲，你若学台语，你对你教囡仔拢足好诶，唱歌也好。也是啥物音感拢足好诶，因为伊会当安怎？你敢知？我迄落一趟，伊本地拢咕啊呱呱咕啊呱呱，伊拢甲你念做嘟啊大大，安尼是啥物问题？哥哥伊甲你讲多多，迄是因为伊诶字尖伫顶悬，啊，咱诶字根迄落字尖爱甲落去，所以我一个捧粿食，就是咱有卖迄个捧粿面，我捧粿面要互伊食诶时甲用无，啊叫伊讲。啥物哥哥叫哥哥，爱着哥哥，伊就无法度字，就无法度起哩。所以我教音标的时，拢用即个位置，希望大家就是讲学台语，对你即个语感，对你的身体，对你的人生，拢是一款永远的帮助，吼。啊，对咱台语嘛是。啊，我咧唱歌，恁若去看诗文就有啊。上主要是希望大家做伙来唱台语的歌，啊，伊是趣味的歌、温柔的歌、快乐的歌。亲切的歌，吼，要亲近大家来唱文学的歌，吼。感恩行过每一步，点着每一粒头，看每一粒石头，看着每一蕊花，每一片云，逐项拢水。咱虽然云顶日头，咱即马可能有乌云大天，啊，毋过日头一直伫遐。你只要台语的本质甲顾好，台语对台语的爱莫失去，日头光永远拢伫遐，吼。所以，这是我咧唱歌，我其实毋是咧分家规，是希望真正真心真意，吼，讲实在话安尼吼。好，啊，过来就是讲，希望即本册是用文出发，因为伊是散文。其实我家己较希望大家甲伊先当做一本册落去看，吼。你若捌台语文诶，用册落去看，因为咱咧录音诶时，咱会小可顶打去。也是讲，因为我无录音室，我是用手机录诶。啊，主编有迄个应该伊开足个时间，吼，已经甲我音量小调咧啊。所以，毋过我感觉你咧看文章诶时，你较会看出迄款迄个字啦，吼，啊，搁我一寡文学诶手法，吼。比如讲，即个好啊，调调咧学生群，你也看像我是安那用批箱，这是我开始读册。阮二姐带我去读册，去报道哦，毋是带我平常时去读册。啊，当然，咱无可能变做迄个中辍生、中学生。其实，毋过伫迄个时代，你无去读册，你才有可能，尤其我无读幼稚园，吼，所以你无去读册，你才有可能拍开你的知识咧。无读台语册，你才会当干那讲我台语讲了好，对无？你要一直来去读，吼。是食一回学一回，所以读册等于拍开你的大宝箱，等于拍开你
你人生的培训，佮有就是讲，咱台语调音即个锁匙，嘛是会当着去开即个锁，开即个箱，开即个皮箱、包箱安尼吼。好，所以我的画图佮我的语言拢有伊的意思，吼。过来，就是讲我创作的理念要写平凡。我以前拢鼓励家己讲，你爱做一个学术到学术校长作家。我本地是想要做博士读的，我也想要做教授，我也想要做校长。毋过即两个梦，我感觉因为年岁的关系，我也是上天的安排，可能我即世人无法度去完成即两个梦，吼，可能愈离愈远。毋过其实我有成功一个作家梦，我家己就足欢喜啊。虽然作家咱袂当甲人比讲，像清华老师真正是颠拍，互伊出足侪册，啊，我出一本尔，我嘛毋知下一本伫倒位。所以就是讲，咱伫咧当下会当做偌济代志，就做偌济代志，吼。所以我是甲大家讲，咱人生有梦，有当时啊，你的梦无法度完成，伫内底可能你会感觉讲，哇，足艰辛，也是讲有当时啊，足失志，也是有可能感觉讲足无彩，甚至有当时也感觉无公平，也是感觉一寡较负面的想法。啊，毋过其实，伫内底恁应该看会出讲，啥物着甲你传好势啊！你人生出来，有人我安尼绝对毋是讲，想过消极的想法。我感觉人生有足侪代志，上帝有甲咱出世的时，伊着甲你注定讲你爱做啥物代志。啊，毋过你其他的过程，毋是讲你莫去做，你一定爱拍拼。你的梦爱追求，咱追求无到的时，迄款悲剧的感觉。迄款人心的感觉，迄款为山谷爬去咧山顶，重新看到日头，迄款感觉，拢是你真做伊互你的天命内底，你需要去经历的。就像我破病即件代志，拄开始惊到要死，惊死到好，毋惊死。然后因为人甲我有一个诚好的老师伫内底，我嘛讲，你会看到光。所以咱人生本质是光明的，毋管生死拢是光明的，吼，拢是爱勇敢，像我哇，爱甲讲出声的，吼，我为惊死到毋惊死，然后我当段时间，我去发现即块土地，发现大自然足侪，足水。会当活偌久，就一定爱甲活偌久，爱甲身体顾好。虽然足侪朋友拢讲，你太会有当时半暝，搁伫遐做家己的代志。毋过咱这读文的，实在是无法度，因为日头愈暗的时，迄款规个心思，我半暝咧思念朋友，就是即款代志。我半暝写作，半暝安怎？吼，当然咱有爱一个总量，困眠的总量爱有够。毋过咱到一个时间，你有迄款文思泉涌，每一个人的性无共，你爱做你家己，做上帝互你的家己，吼。所以这个部分是互大家做参考。我创作的理念，除了教学文章有声，因为咱即摆学习台语，你一定爱有声有图，搁爱有音有字，安尼较会当。过来是，我可能敢若出一本尔，我望知有第二本无。我一定爱互伊变做一个艺术品。我一定要互我上敬爱的阿母，要送互伊即项物件，吼。所以，这就是我创作即本互家己落去，写心思。毋过最后咱学辅导别人写啥物物件，最后就是讲，迄款爱的循环，上帝设计好势，到尾啊得到好处是你家己。你甲人讲歹话，你配喙烂，为天顶配喙烂，落落来嘛是等着家己。所以咱着规气讲好话，去讲出台语的水。吼，即摆我文本结构，为环的看，为一地的看，咱是编年；为环的看，你爱甲你生命内底相关的人，拢甲用入来。有足侪人，我足感恩呢。毋过我的册无法度出甲，我拢有记伫头壳，吼，差不多拢有记啦。因为我就是数学我记袂牢，毋过文的故事，人对咱有温情的，我拢
大细项代志，其实拢记甲足清楚的。所以我就讲，你若看着阮翁吼，其实因拢足自在的。伊就想讲，我真哪拢会记记，吼。所以就是爱讲，你爱对我较好诶，啊无你若对我无好，我会甲你记，我会原谅。毋过即件代志，咱行过拢有分界，我无可能甲放袂记记。啊，毋过咱是爱甲伊转换做一个较正面诶，啊，搁去体谅讲，伊迄其实是啥物，所以写人心，其实咱爱放下。吼，所以你若看着遐较疼惜受用诶，希望大家就是讲，迄个部分。咱人有善良的心，有愿意体贴的心，安尼其实拢赞，逐个拢足赞的吼。好，啊，搁来就是迄个记忆吼。我写册是头前是骹诶迄款感觉，毋管是你出世断骹无，毋管是你加指甲，吼，毋管是你千金小姐善食囡仔，你这出世拢爱断骹无，所以我甲我的册用做一个循环，甲咱写作共款。你爱有一个结论，爱回转去。你的读者较有迄款coherence， 较会有迄款 unity， 就是讲有迄款连结感，吼。这嘛是一种技巧。所以我到尾伫遐洗骹，吼，嘛是一种骹的意象，安尼知无？倒越拄着爱，吼，就是越和平东路，还是啥物，拢是一款骹的感觉。希望大家嘛是行出台语这条路，互台语定出世，毋是干那受用定50岁，心的放下定出世。咱爱互台语定出世，搁较阳光安尼吼。啊，有一款歌的形式，就是晋南老师嘛讲，伊搁伫遐唱 rap， 伫我第一场的签册会伫遐唱 rap， 讲你真正这歌拢会当唱 rap， 所以最近我嘛有传一个，我写一个英文诗。吼，我是90几年开始写，我也无对我发表，人拢感觉我较写散文，其实我啥物拢有甲写。啊，即摆看有人要甲出 rap 无，嘛是会使，吼。好，啊，照年会牌大家看，吼，恁会当看册，互恁搁较认捌讲为虾米我要安尼安排，吼，你因为你写作你需要一个迄个写作的计划。恁莫讲我是就是安尼顺啊写，我头壳嘛是伫遐芳诶，吼，所以我伫遐到10岁诶时，就是我人格养成。我当然伫遐，我爱分段，甲你写小说共款，你一定爱先甲人物的表用起来。啊，即个关系是啥物关系？可能需要3个家庭去建构你一个小说，吼。啊，过来就是你家己爱有你诶写作诶迄款结构出来，吼。然后11岁到20岁，这拢是看册佮兼看人。30岁就是开始要拍拼做代志啊！啊，当然中有一寡春秋啦，吼，你家己写作就是自然写作，你袂当讲啊，我计划安尼就一定安尼。你敢知我内底一直改啊，吼，啊，佮有写到遐，你会感觉啊，头前可能我甲加啥物较好，所以咱人变就是永远袂变的道理。你要有一个大方向，譬如讲，我即摆要去台北。你一定要方向对啊，你袂当为屏东去啊，吼，啊，我要去屏东，你袂当讲我买去台北的票啊，啊，毋过伫内底，你有可能临时感觉讲，我要买一粒便当，迄个铁枝路的便当来食，还是讲我想要做啥物，吼，所以你拢会变，吼，啊，搁有则是咱做头路，最后50岁渐渐直接体会着一寡你家己无法度的代志，吼，咱人生有当时承认无法度，嘛是一种智慧啦，吼 ，OK， 然后。就是我用蓝色的遮，恁会当落去看。其实这会当讲台湾平凡女性哦，我要讲平凡女性哦，我无革命家迄款迄落吼，我有迄款心啦，毋过我拢感觉我家己足细吼，会当做代志有限啦吼。啊，其实甲细变做伟大就是我期待平凡女性的3部曲。吼，所以你差不多51岁，甲分做3个，落去看，你就较了解即本册。头前就是我求学的物件，遮拢点点乖乖，啊，遮的物件我讲哦，你影响到你一世人，所以你就开始伫遮用你学到的物件，开始落去拍拼。啊，拍拼的时，咱学到有诶拢无啥对诶，你敢知？我若识诶，这拢是我后来。感觉这是第一回想要成功嘛？啊，有成功的是有爱的所在，就无失败。
咱想要成功是对的哦。啊，嘛真正世界爱有爱，所有的文学作品，你出发点一定是爱爱。你爱土地，为土地写诗也好，爱你的像我爱阮阿母，像我爱家己，像我爱啥，你要有爱出发，吼，爱即个教育，爱家己教育，啊，想要互伊成功，啊，毋过到即个30几岁啊，一直想要成功，啊，你都无法度，都年岁到啊，你搁要去人做校长的小组化，你也考袂着啊，啊，搁人也无重视着即个部分，安尼咱就无法度。所以你想要成功，你爱有迄个停损点。第3步曲，就是你面对遮，你请囝儿的离晓离机，对无？你的梦有诶失望，有诶有梦，有诶无梦，啊，咱大部分有完成，一定要坚持家己诶梦。我毋是叫你莫坚持梦，一定要坚持梦，看着人生诶冷暖，吼，啊，你最后咱选择一个，你一定要回倒转来。这是我家己写作诶物件。像我17岁，服务第1名，我先顾别人啊。毋过到今，我感觉爱小可顾家己，毋过改袂过来，我嘛是搁即摆搁先顾别人。吼，所以细汉这成难改啦，吼，啊，就是大家快乐唱歌。好，啊，咱即摆看哦，即个书写风格，咱都有讲过啊，简单自在。吼，为虾米我要用简单的语词？毋是我袂晓，我记忆即摆50几岁，当然有较无好啊。毋过做台语，我为90年对安珠老师安尼坦诚，安尼甲我教，吼，啊，佮伊安尼摒死拢会使，伊精神啊无抗步。咱做人徒弟啊，也是讲像清华老师做少年，佮要放伫咧门骹口迄落，佮警察咧等咧，对无？像因即款，佮比我佮较认真伫头前咧撞诶人，我拢对袂着因，真诶。啊，毋过我就是点点啊读我诶册。胡文学老师、陈宪国老师，因出迄2本书顶，咱自头到尾我拢甲看，啊，佮嘛是专业级的，啊，就是因为安尼，毋过我追求一个 easy English，就是讲use easy English to speak beautiful English， 所以我赶快用迄个概念来用简单的英语讲出足水的英语，用简单的台语讲出足有感情的台语。这是这本册要互大家无压力，因为你若有压力，人就无啥要接近你啊。吼，这是我家己啦。毋过每一个人拢有写作的风格，吼，比如讲有人做语言的实验，有人就是写这个物件。你千万毋好讲啊！我看着秀荣这本啊，我以后就全部拢写简单的词，无一定。你爱做家己，你较会当得到我这本册的精神。你爱像咧唱歌共款，足欢喜，甲你介意的物件，去甲家己倒流落来。啊，然后你爱和谐，咱我家己好，别人会生啥无？吼，啊，所以我追求一个和谐。啊，当然，当我和谐，我甲用哪色的，和谐是好的。啊，你迄个平衡点爱家己拣，知无？吼，你写作嘛是啊，吼，所以我就是要互我散文有迄款诗的字，因为我嘛诚爱诗。诗，啊，只是我较无迄款诗的字，好，是歌字，或再来是书顶，大家就去用安尼吼，啊，所以诚感谢。再来是讲，最后我写出来是快乐的，啊，当然你像人讲，安尼我今仔演讲听听，毋就互你骗去啊，我搁伫遐看甲流目屎。毋过有朋友甲我讲，伊拄开始看甲流目屎，后尾仔看。一直笑了，搁流目屎了，最后搁笑。所以讲哦，秀荣恁仔咧互阮写3温暖哦，所以咱用台语来互大家做运动，来互大家身体健康吼。毋管安怎，因为写作就是安尼，咱作家最后就是读者反应，看你安怎着去解说。好，啊，这个插话部分。我用较古早式的方式，其实是我彩色的字付袂起啦。其实毋过我是讲实在的，我较介意即款较古朴的物件。啊，印刷也是讲，我会想着大家后来，若准讲要印一个图，互囡仔看，用即个黑白会当展现出即款深浅甲伊的角度，迄拢无影响。所以足侪足赞的话，拢是迄个铅笔画哦，啊，遮所有的物件，恁看到的，我要甲恁讲，语言拢是我
迄篇内底我拣出来，我感觉就是我中心思考。你若感觉变大学，你就是甲应用拢看看的，吼。毋是因为，毋是咱的迄个台语电脑专中的迄个杨文元教授哦，迄嘛是阮的文静人吼，嘛是导师吼。所以就是讲，伊是文言吼，咱这是因言吼。好，这拢是所有的拢是真的，我要互恁看，这相片拢是真的，吼。搁有迄个这是声带嘛 ，OK， 吼。这是我穿原住民衫，这我结婚的谢卡，这迄个啥，就是杰出贡献个人奖着顶的衫个，你啊看穿到乌噜噜，因为迄当阵拄好破病，所以人生足趣味的，吼。我当阵连胭脂都毋敢抹哦，搁迄个头发嘛无染哦，吼。搁化疗写字了，第一写字了，你揪会出来，我足惊，迄工人甲我陪着，我规个头毛拢无去，搁无早几头鬃，吼。所以即个部分就是讲，人生真趣味啊！你做一项代志10年有成，吼，咱互你重新出发。其实我遐着定出世啊，吼，即摆搁甲定出世，逐工搁甲定出世。其他这拢是镜头内底相关的，像这我伫乡女，吼，高乡女中。我高中就这款心理啊，能耐、能容、能分享，每个人都应该好好的度过一生，以报答世界。就在我们可以做一点有益之事的地方发光吧。这是华语，因为迄当阵咱个无台语教育，无我一定用台语写。吼，当然我拢感觉家己善食囡仔，实在是细卡、理卡，吼，所以我会当做一寡有意义的代志就好。搁有我伫迄个921大地动迄篇抽签的签诗，到当我嘛是甲留来。这是雾社的风景，吼，这是后来我最近去，吼，真正深入就是爱住伫即款迄个小天使啦嘟嘟迄款天景，吼。星期22就是要互大家期待，咱学台语共款拢是爱一直学，你一项袂晓甲讲好迄落就会使。这相片嘛足趣味。这3个伫我册内底，这个无，这个就先做教授，因为我咧读研究所的时候看过伊的册。这2个拢是我内底的主角，吼。这我的好朋友，这个内底嘛有讲过，所以这个就是我。古水吼，钓甲棍啊，所以阮查某囝话有成啦，吼。好，其他这是较大汉的事，这是阮乡女名，当初大家哇，请大家哇。骹有够水的吼，骹水的拢徛头前啦，无影后壁拢较悬，迄个娱乐骹吼，阮就是走转去办同窗会。好，搁来是纯文学的梦梦，吼，这拢有讲过啊。你要互囡仔读册，你毋好讲我读小学读即本册1岁到7岁就好啊。其实你爱应下理论，吼，到高中互伊读到9年级，到高中读到12年级，吼，遮拢会当读啦。其实拢会当读啦，学生囡仔若愿意读，就继续去读了。希望讲会当多元运用，会当做迄个思想吼。好，过来，咱即摆要来，就是讲听即个册吼，就是这头仔有讲过啊，你会当用听就去捌，食正听就是你的改变的力量，就为遐开始。过来文学方法，我即摆要用一篇来甲恁解说，就是讲即个定出世，我内底用的是对比，个应用，吼。搁有爱甲失败，成功甲失败，伊的元素是安尼，吼。咱来看，我画图，即个图，阮查某囝真正足厉害的，伊甲物件用做一半，伊知影阿母咧讲的是对比，伊甲人生的得搁巧，弯巧，这条当然是阮遐的路，我无可能讲真搁知影，阮这也可能着较了解遐的情景，这是变数，毋过变数阿母是直的线。毋过阿母抱囡仔，最后是一种光若天使共款咧保护我，吼。当然这是直线，这是圆线，所以这直甲圆，咱人生的圆缺，吼，还是讲要行直的，要较转换的，拢是要家己决定，这就是一种圆满，吼。若第2种，第2篇迄个尼摩车，我就是用迄个气笼啊，所以内底恁落去看，为啥人讲是婚姻？这是有一本册。毋过我家己的感觉，结婚佫毋是为啥诶？正当的为啥是囡仔，而且这个为啥是你一世人你无法度行出去的，你就是甜蜜的负担，吼。所以我是用这个那加个坐禅
啊，佮有阮姊啊，甲我做回来，我甲当做家乐长，吼，家乐长是菩萨，所以甲即款对比啦，也是讲即款观的感觉，到尾啊，我是想要装出迄个房间，所以我咧想的是为近的，想较远的，啊，然后甲想要装去，装转去高雄，高雄离台南足近的。我平常时台北毋是我去台南做袂来嘛，台北遮远无法度转去，啊，台南遐近我嘛无法度转去，所以这囡仔啊，甲牵去阿母遐，阿母当初28岁甲我生落来，当然嘛是一种危险，啊，伊个翁佫过身去，所以迄款危险伊管甲愈忝，吼，所以咱有啥物理由无拍拼咧，吼，啊，其他即个因缘，希望大家落去看，就是讲。譬如讲，家真假是再生的灵魂，吼，啊，搁有迄个邓卡因，啊，鸡条，去鸡条就是鸡，啊，半包饼，半包就是你一半，我一半分享，吊条咧就是一种限制，啊，咱话比人较大步，亲手就是自由，吼，啊，搁来就是证明，讨证明，你是要甲别人讨证明，还是要甲家己证明互别人看，这是我的设计。啊，电头章，你就是爱用头壳，你安那电脑共款，你莫像杀要挂落躺盘，在人落死。过来就是你爱用家己的速度来去走，吼，走运动行迄。铁肌咯，我是安那选伫11只，因为这就是人生人力银行，你要去选你的即个前途。搁有你的11，就是迄个铁肌咯，迄款铁肌两支铁肌的型。啊，甚至是我家己好海，我感觉要较顺的，你就是爱追求一个六六大顺。过来13岁，我安排伫遐毋是乌白白的，因为迄当我害家父中心无要补助阮啊。我感觉13实在即个数字真正无好，当然咱有无共款的迄落解说。过来18，像即款我感觉一蕊胭脂点落就足水啊。吼，啊，生女是24迄款，吼，就是雾社，我讲雾社是因为有雾。碰干冰迄款感觉，惊着。其实我做人新妇，我比人佫较惊。我要嫁去遐，我家己嘛毋知影，就是戆戆啊做，嘛是戆戆啊嫁。嫁去遐山路的坎坷，无啥物好惊。其实是人较惊，知影无？吼，也是讲一寡迄落，我家己心内惊。过关我用过5关细汉咧算的，我就甲连家做伙生囝生死嘛。啊，补论文迄当阵，阮第2个查某囝伫我腹肚内。所以咱咧补家仔囝诶，叫字伊我是求迄个音韵，啊，迄个故事当然是要为着要疼心，咱真正毋是干疼家己诶囝尔，爱去做教育，也是讲疼家己即个宝贝囝，民族诶宝贝。啊，322我是用班号，拍苦就是迄个章鱼，爬机骹足无用诶。啊，半暝我想着进夜诗，5进5退，其实人生一半一半，无好无歹啦。真啊摕，讲实在，我是摕是感觉心内足郁卒的。毋过其实这就是人生。啊，36对运命行，其实是一种顺服上帝。吼，啊，流浪我是家己去想着我是公主，所以台语咱学着公主，吼，人公主咱学着公主，吼，啊，啥物乐比，吼，好，啊，过来哦，就是讲，阁有即个我觉，吼，40岁是人生中年，我就开始去想着即个。到底人生的意义是啥物啊？然后最后稳定是安怎稳定？当然书店嘛是一种店，啊，毋过咱会当甲声音，我刚才有讲过啊。台语这个书店即摆几千万人咧看，所以咱要甲书店做好朋友，行书店稳定的路，伊有欠点的所在，咱来互伊搁较厉害。啊，死是安怎我选死，就是死死的意思。哦，所以我咧选题目也是落题目，你咧写作嘛共款，落题目最重要的。吼，啊，我适得其乐，40个时开始去想嘛，啊，爱较欢喜的啊。我金牛座的6是我的幸运数字，啊，过来47号，阮兜47号，我拢感觉袂当互迄个号码做无好的代志，所以我就开始甲迄款有困境、细汉的困境，变做像史迪勒共款，毋过是人生的大丰收。吼，啊，过来卡迄个呼应，最后我的回文散文，就是我咧唱歌，甲我册名共篇，这就是我的设计，吼，恁会当去注意吼。啊，这吼，因为我感觉讲时间嘛有限，已经58分啊，我无要念，因为恁会当落去听就好。我即摆要甲恁讲的，就是讲为虾米伊是对比，吼，譬如讲即个丁出世，啊出世。
那会阁定出时，定出时就是挑起的意思。啊，毋过我咧写生，对无？吼，啊，过来就是讲生爷，阁生孙，阿母，啊，阁我，然后姓迄个姓李的后生，过来就是讲成功的产品变做不良品，吼，过来囡仔缺病，囡仔哪有可能缺病？然后出世，伊过身，厝面甲病院，一个是温暖的，一个是惨白的，啊，阁有伊用开时啊，伊都无开啊，竟然阁讲一大堆。啊，去叫阮阿母甲我互别人，吼，这是交代。啊，阁有我即摆画框框要甲恁讲的，就是讲，我咧写作的时，拄囝生死，甲我生落来28岁，我才甲拄3刀对无？所以你头前即款结构，我嘛拢互伊333，吼，所以囝生死，歹命死翁，挂长度，然后拄真深，拄真重，拄甲老岁老弟，这个批吧尔，我家己。做人家后，做人老母，我咧老，所以我会用迄款圆形的结构，读者看起来，因会较迄个较有迄款安全感，吼。啊，过来就是讲，遮嘛是一种对比，啊对比恁就去找，吼，8月中秋，啊，搁4月，一个是迄个春天囡仔生的，啊，一个是要过身啊，对无？啊，过来就是讲，我会用一寡暗喻。吼，比如讲，哪鸟仔树为树仔顶落落来，这就是假破去啊嘛，就是无人趁钱啊，老爸过身啊嘛，吼，阿母竟然甲囡仔互人鸟仔落落来，鸟仔囝落落来，鸟仔树落落来，两种拢破，鸟仔树破，鸟仔囝就是我就破去啊，吼，好佳佳，我无甲讲鸟仔囝。因为阿母后来有甲我救回来，所以我安排，也是我咧家己教过的时，我拢会去想遮。中秋的月娘是圆的，哪行共款，毋过已经千喙万喙，我袂写一个喙尔，我会用迄款音韵去千喙万喙，安尼读者读起来，佮暗淡稀微。你爱先互破去，然后就无光啊，无光就稀微去啊。所以我的迄个节奏感，跟迄个啥物。音韵啦，也是讲伊迄款空间的转换，我拢会去思考，吼，所以互大家参考啦。因为足侪人嘛拢写甲比我较好，吼。啊，搁有我标点如何？恁这对比着家己去看，我标点如何？啊，我超过1分安尼。我标点如何？我会互落去用。譬如讲，我以即个上尾就好啊。见笑搁无奈，这是足大的情绪，无法度辩解。我着用句点迄款的，吼，会较点的，吼。好，安尼遮我着先跳过，吼。好，所以最后我拢会甲伊定义我即篇文章啦，吼。好，过来哦，遮就是讲会当互伊遮的字词，吼，恁就是直接看着知影我的意思啊，吼。搁互我前差不多5到10分钟，吼。就是讲，你会当遮的意思咧教的时，会当先互伊找宝。落去看第几行、第几段、第几段，然后就是用简单句伫遮，然后就是复合句，就是讲有互伊原因呢，吼，算出来数着第一喙空气，啊，我嘛无含慢啦，招标第1名，我嘛无含慢啦，食饭食足紧诶，我嘛无含慢啦，吼，啥物用迄个仿写的对啦，最后语句书写，你拄开始互伊2句。2字、3字、5字，你就会当落去用，吼。好，过来，咱的生命教育上无用会着即篇，品德教育嘛用会着即篇，这是教育部的内涵，吼。啊，而且我会摕一寡迄个绘本，吼。啊，绘本即大家，即本足有名的，吼，你要看我爱你。啊，当然伊内底父母的山，比山较悬啊，比月亮较悬啊，吼。啊，我甲翻译做台语，这是互大家看尔，吼，先伫耳啊，啊，准备要甲讲啊，毋过伊阁毋甘因阿母，即个其实是阿爸哦，恁看到尾爱知影是阿爸，吼，就是讲，你甲摇看卖影，啊，讲遮宽，咱就是讲为这个空间会遮宽，哇，我阁比你较宽，对你爱遮悬，吼，宽是宽的，对个是悬，啊，遮悬，安尼我阁比你较悬。吼，结果伊毋认输，伊就甲倒头栽，伊就讲啊，我呢，我阁爱算骹枕头啊，吼，爱算骹枕头啊，阁遐长，
遐宽、遐悬、遐长，这就是爱，是讲真诶呢，我搁甲你喊上天，搁伊要用伊上会晓诶来表示伊诶爱，拖啊足够跳诶，所以伊就跳足久，知无？这是久。所以绘本伊内底文学元素，大家毋是干那听故事尔。当然我即本册你甲当做故事册看就好啊，免遐有压力。无需要讲我搁去做文本诶分析，除非你国文老师也是啥，是你有兴趣拢会使所以因即摆就用跳比悬，跳无够悬，搁来比搁愈远像月亮遐远。最后一句就是讲真正有够远囡仔就要困啦，然后甲斟一个讲安安。即句是重点，你像讲去月亮遐远，因母互伊安心讲，真正有够远，你赢。结果因母等伊困诶时，点点甲讲，我是比去月亮搁转来，安尼两逝。你爱我一杯，我爱你两杯，所以即本册我是拢细汉嘛，拢读互阮查某囝听，搁来你会当教亲属关系，就是我甲一寡即个亲。到顶甲用落，互囡仔落去查落去听，然后伫遮看伊想着啥物，有啥物记忆，你上介意即本册内底倒一个，还是遮倒一个词，还是每一个人拢有故事。小龙虾即本册是要引起大家来讲家己的故事，做伙唱歌，毋是我家己伫遐独唱尔爱家己大家做伙唱。台湾俗语咱嘛甲教，这拢是我到顶来，我的迄个。一本册内底有，咱就甲教，然后佫爱找新诶物件，这较会复兴嘛。你旧诶一定爱因遮理论甲读新诶物件，所以教册我会安尼教，佫会当去找一寡资源，像我阅读闽课语，我有写开门关门，这是写我高中诶时，阮阿母开门，伊要出去3、4点要去做食头路诶时，本地我想讲互伊插着，有一届我流目屎，我就真正当大人迄较是思考诶当大人，摇囡仔歌，我是咧讲摇我家己诶囝。咱家己做老母诶时，咱就知影讲第一摆饲囝是啥物，才会去看着阿母诶心情。过来当互因去听歌，这无法度互恁听好，过来你号迄个名，拢有爸母诶期待，像我想到诶，我本地无啥爱阮，就是感觉讲我名安尼，后来我感觉真赞诶，就是讲迄个有田，佫有米通去食。佫有山谷互我住，然后内底佫有通有迄个核会当互我米，所以即个名真赞，所以咱米伫台语，互台语有米通食，一直用出去安尼好，佫来就是讲，你咧教题即个问题导向，即较大汉囡仔，你若细汉囡仔会讲，你上介内底倒一句为虾米，安尼就好啊。你毋好去甲囡仔讲命运是线性的对比，还是冲突考验，还是一切圆满。你这是较大人诶，所以你要分天度，知无？佫有你家己设计诶教案，嘛是爱互因知。总共一句，咱诶使命就是写，用台语来文艺复兴。佫有我一寡期待，就是讲，我家己是平凡女子，内底真多谢足侪读者，伊有甲我掠着几足侪字迄个，拢点点甲我讲，所以拢有解咱人生就是无法度讲用到足圆满诶总讲一句，若有就是一种，嘛是另外一种学习啦希望讲会当介绍互我诶朋友听，个人念互阿母听，这拢是真真确确诶代志所以拄开始大家咧开讲视频安尼做，其实嘛足侪人安尼做，迄拢是真诶我较期待是会当行出纯文学、儿童文学，佮甲教学诶结合要安怎即个半老楼，咱互家己定出世，装好水水，健康欢喜来唱歌安尼所以即马春3分钟，即条是张雨生落雨，伊就是雨后春笋会当发出足侪生命。而且张雨生虽然伊过身毋过伊创造出阿妹，佫有足侪歌，而且即个我诶未来，毋是人大家拢知影。毋是我无爱台语歌，是因为即条歌，我感觉咱来变一个台语梦，所以你啊看头前这我就莫唱咱后壁大家对我做伙唱就是我知道迄个音我知影，我的未来
可能会当开5、6个开始唱啦。我知影，我你来不是人，把青春的真理不然，我你来不是人，我的心是你的。来给你来不是人，把青春的真理不然，来给你来不是人，我的心。一来啦，来一啦，今天人教伊会当袂去教学生囡仔。台南咱的南大天吼，台南的大哥哥校长，还是拢来摕去教迄个伊的迄个伊的台语班吼。最后即个我是要甲大家期待看册，还是看啥？教迄个囡仔，咱的语言课就是台语课，爱教文化，爱教文学，然后爱教你的教学，甲你的课程设计甲较有美学的，用无共的角度。即句要证明我是英语系念一个 ，You must try to find out your own voice。你内心的声是啥？你爱介意家己的才情，用你的才情来去推说台语。I stand up my desk。我徛去我的桌仔顶，吼，因为因有一部是用无共角度迄个迄部片，伊徛去桌仔顶看世界，你的悬度较悬。To remind you myself， 去提醒我家己，that 重点是后壁。We must constantly look things， 咱应该爱 constantly look things in a different way， 用无共款的角度来去看咱台语，互台语定出世。甲当作是上帝互咱民族的宝贝，互咱的稳定。你只要对这款爱，对这款稳定落去行，你的路一定会有食，毋是为家己的食，就是你会有修行，你会有丰富，你会有顺足顺的物件。Dead Poets 是史诗人，伊内底伊伫遐讲 Society 是社团，内底讲 Vitamin， 伊伫遐讲 Oh Captain My Captain。Captain my captain， 哦，队长啊，船长啊，哦，当然伊是写美国的迄个林肯，啊，佮有别款的意思。毋过希望大家台语无死去，台语一直伫咱的心中，一直伫咱的生活中。咱是一个社团，咱就是用爱出发，要互台语来久久长长，比迄个爱搁较宽、搁较悬、搁较长、搁较远，吼。永远来来回回，永远袂煞。回首用唱歌，这是一个起点。恁爱唱家己的歌，安尼知影吼？好，安尼多谢大家。若阵讲有兴趣的，还是讲安尼介绍过，你较捌即本册啦，恁较去甲伊联络吼。啊，歹势，我甲恁签10分钟，所以紧吼，咱搁要请，本来要互恁念，咱嘛无法度念。吼，啊，若要互恁讲心得的，嘛无法度讲着啊，种歹势。安尼，恁若无赶时间，会使阁留，啊，无咱紧就是先请馆长，吼，也是迄个科长，吼，请馆长来邀请，吼，安尼较好意思，因为馆长是咱的大姊，好，安尼馆长。嗨，我是今仔日看到。我先甲。烟幕这个甲关起来哈。我想今仔日会当大家体验着另外一种一个气氛，另外一种场面吼。头先伊咧讲，伊的册看了会互人念伊哭念伊唱吼。我想敢若听你的 presentation 吼，就感觉。当然，就是要流目屎出来吼。不过上好诶，就是讲，知影逐个爱会当发出家己诶声，发出家己诶想法，爱徛起来。而且咱诶台语是好诶，是水诶，是毋是要死去诶？是会愈来愈好，佮愈光明诶。靠就是靠咱所有诶逐个人吼。我感觉互咱有真济诶想法。我伫遮着无接时间，毋知有人要赶紧讲话无？有诶人请你举手好无？有人一定爱记，一定爱。问册看倒位，恁感觉感动诶也好，也是想要甲我问问题，讲秀荣老师恁安尼写，还是要甲我
对嘛是会使啦，嘿啦。有无？咱会使用阮两个人，好无？有诶，赶紧举手，难得的机会哦。啊，若无可能大家歹势吼，秀珠讲多谢老师啦吼，还不要紧，因为我即摆嘛是有咧看大家留言板吼，是大家是我想上重要就是大家已经有看过册，我想当然你知影迄个价值、迄个滋味是倒位。啊，若啊袂，头我嘛已经足侪人咧问讲安怎去买着册吼，所以大家伫咱的迄个留言顶面就会知影，会当去签位会当伫册局直接通来联络。我想大家可能赶紧去看，然后会当伫中间得到你的另外，我想每一个人可能无一定拢共款吼，有无共款的即个收益嘛，会当无共款的发挥。啊，而且我是讲，咱真正足感谢吼，无共款的教授，无共款的老师，无共款的内容，无共款的精彩的即个分享吼，我相信大家一定足宝惜。啊，真多谢大家会参加，啊，欢迎恁会当继续来留言吼，咱会当规个拢整理好，有若请恁会当甲更较侪人讲，互因会当伫以后阁继续看迄个 YouTube， 会当做真好诶迄个分享。我想咱用热烈诶掌声，多谢咱秀荣老师，好唔好？嗨，大家多谢啦，多谢大家。恁若有啥物心得，拢欢喜会当。等过来互阮吼，阮会可以整理起来，诚做咱所有的即个记录吼，多谢。好啦，多谢大家。若要甲我学乐的嘛，会当讲哦。当然。好，多谢你个朋友。